台北市环保局公布上新的资料，台北23间医疗机构室内空气品质检查结果，发觉台大儿童病院也有河信癌症治疗中心的病院，室内细菌浓度每紧拢超过管制标准。这届主要验到是活菌、恐惊的提悬、胃病几率，特别受慢性病民众都要特别注意，较张治咧。这两间病院拢有回应，讲会了解原因，赶紧来改善。 天气反冷，囡仔扫袂停，互家长带来咧看医生。台大儿童病院客满少少的病人，但若是清洁消毒无做好，真有可能就会变做是细菌生长的所在。台北市环保局来检查23间医学中心甲区域的病院，发现包括台大儿童病院，也有河信治癌中心室内空气品质细菌量拢超标。台大儿医的在106年有验出不合格，那当时他已经有做了相关的改善，我们也复验合格。那这次他其实跟当时的区域是有一点点不同。其中台大儿童病院3楼电工等待区，共测到室内细菌的量达到2588 CFU。若河信治癌中心病院妇科校诊区细菌量是悬到2740 CFU。环保局嘛要求两间病院爱伫咧12月20号进前来改善，若无就会来罚5万以上25万以下的罚金。 活菌量高，基本上代表说它传染的机会是高的。可是传染力的话，就要看它的病原菌。病原菌决定传染力。可是至少假如说你是长时间接触，像住院的病人，特别是慢性病的族群。之前的一些病检申报一切都合格，所以针对那个稽查时间点，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样状况，相关单位也都在检讨当中。台大病院回应，因为细菌的来源有真侪可能性，目前也无法度判断会造成超标的原因，嘛会加强来改善。除了病院做好防范以外，医师嘛建议民众出入病院嘛爱挂喙罨，搁爱较骨来洗手，减少感染细菌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